澳門呢片藍色嘅守護線上，有一支無畏風浪、忠誠職守嘅精鋭力量。澳門海關特勤隊以專業、勇氣與紀律嘅精神，守護澳門海域嘅秩序與安寧。警報鳴動，破浪攔截，係海上追截可疑船隻嘅常態。面對違法活動，特勤隊駕駛着特勤快艇，以極限操舵與戰術包抄，迫使目標減速停船並接受檢查。特勤隊時刻都以最嚴苛嘅訓練標準嚟要求自己，為下次任務積蓄力量。海面之上係巡航與執法，海面之下係生命嘅搜救。面對混濁嘅水況，特勤隊沉住應對，全力搜救每一名待救者。每次下潛都肩負着救人嘅初心。佢哋不僅係執法者，更是生命嘅守護者。特勤隊反覆磨練射擊穩定性與戰術合作，時刻冷靜果斷地面對難關，守衛海域邊界防線。面對可疑嘅目標船隻，佢哋運用專業嘅船艇操控技術，快速控制現場並攔截登船，在風浪中穩住急速嘅步伐，在危急關頭彰顯專業，無畏風浪，更無懼挑戰。澳門海關特勤隊時刻緊守崗位，以忠誠、專業、無畏嘅態度，踐行職責使命，為澳門築牢最前線嘅鋼鐵屏障。